玩是溜。Hello， 是我许薇。来，今天大家学讲客家话哦。第一句话呢，我们去逛街的时候，我们试穿之后说，穿起来很合身哦。做起来懂夹身，做起来，这个做就是客家话的穿，做就是穿，做起来穿起来，懂夹身。懂就是 very， 懂奖非常漂亮，懂贵非常贵，懂就是很怎么样。然后嘎神就是合身，嘎神，对，念得很像哎。好啦，那我就要买这一件。爱租买呀良，爱就是我，爱租买呀良就是这一件的意思，爱租买呀良哦。好啦，那你要刷卡还是付现金呢？刷卡就是刷卡，刷卡呀嘿就是或者的意思，呀嘿现金，跟着念来现金。好，我要刷卡，那么 Visa 卡可以吗？刷卡就是刷卡 ，Visa 卡怎么说呢？就是 Visa 卡，Visa 卡，对，就这么说。Visa 卡做 demo 就是可以呀。好，懂眼做的，懂眼就是当然，懂眼做的，按字 say 谢谢的意思，会了吗？来，请看哦。做起来懂夹身，爱做买呀良。刷卡也係現金，刷卡 Visa 卡做 demo。當然做的，按字寫。好了，今天学到这，按字 say， 拜拜。